大家好，我是腿姐，周末愉快哈。昨天呢，因为是周末哈，有一个很久没见的同事忽然约我吃饭，我觉得很奇怪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有一些人很久不跟你联系，然后忽然给你打电话说，哎呀，能不能做一下哈？我心里也在想，忽然找我有什么事儿哈？聊了半天，我才知道啊，要借钱。不知道你没有碰到过这种事啊？我其实真的不喜欢借钱啊，我要么给钱，要么不借。常常话就是我懒得跟你扯皮，对不对？不过我听他讲完之后呢，我还是给了2万块哈。当然呢，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就算了，我也不用去费那精气神去追债。他跟我说借钱的时候呢，我都有点惊讶哈，因为我这个同事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收入不错啊。从我们行业出去之后呢，就去做槟榔生意的啊，开了一个槟榔店。大家都知道啊，湖南人都喜欢嚼槟榔，生意非常好。其实，他的父母呢也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啊，怎么着都不差啊。所以为什么要借钱呢？我就很讶异哈。那么我就为什么分享这个事儿出来呢？因为也是千篇一律的股民亏钱的故事啊。他总共本金有150多万啊，银行贷款了80多万啊，还在券商做了融资融券，而且听他说3个月之前他的账户还是盈利60多万的，做了3个月之后盈利全部亏完，本金也亏完啊，银行贷款呢还剩50万啊，倒欠了30万，前后算起来啊，亏了200-300万。本来想着要换个好车，这下呢全泡汤了。现在都说没钱进货了啊，为什么会找到我呢？因为之前同事的时候，其实我也借过钱给他。现在很多年不联系哦，就是偶尔一般就是微信发个朋友圈哈，评论区互动一下。那么他这次借钱想到我呢，可能我也认为他是黔驴技穷的哈。另一个可能呢，也是在哪里打听到我做股票赚了一些钱，所以我问他买了啥。刚开始呢，我没当回事儿啊，我还笑着问他，就是买了啥，亏成这个狗样哈。直到他就是沉默了一会儿哈，然后点了根烟哈，很严肃的啊，表情很严肃的就跟我说买了一只医药股长春高新。我瞬间就觉得事情可能有点严重啊，跟我坐了2个小时，烟都吸了一包，整个人呢也是胡子拉碴的啊，感觉有点抑郁了。说8月底已经清了仓了，但3天已经没好好睡觉了。老婆呢还正怀着孕啊，不敢让父母知道啊，父母年纪也大了，还有高血压。听得我真的是很难受，因为我是真的很排斥借钱这个事的。但是看他那个样子，我真的是觉得不帮他，我真的有点过不去。所以呢，我还是借了2万块，也跟他说着不要着急还啊。言外之意呢，就是你能还就还吧，对吧？今年这医药其实真的一言难尽啊。作为这个长坡厚雪的代表性赛道，今年是熊得很哈，很多股票呢，而且包括像龙头代表都腰斩了。我今年几乎都没怎么讲医药也没怎么去碰，而且据我观察呢，机构对于医药股的看法和策略也是有严重分歧的。部分机构呢也对医药股进行了大幅度的减持，甚至呢有些已经离场观望了。恒瑞医药半年报显示呢，净利润增速已经创了18年的最低了。那么我这个朋友持有的长春高新呢，从5月份到最高点跌到现在已经近60%了。还有一只华北制药因为这个断供集采被罚了，在资本市场呢也是持续发酵了一段时间断供集采呢，这个合同金额只有600多万哪知道企业市值在1周之内就蒸发了超过20多个亿，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你们都在喊牛市，还有很多人在医药股里面看不到天呢。不过说到这个集采这是一项能直接改变医药行业竞争格局的策略在集采面前呢，大小企业都一样能否中标就看你的价格高还是低的。这就意味着大药厂可能数十年建立起来的这种营销王国，可能就顷刻颠覆了。任何一家有技术实力的，能把成本降下来的这个小企业，都有可能成为集采的黑马，抢占这些大药厂的市场份额。所以集采中标非常重要，中标了那就是盛宴丢标那就是噩梦。大家在买医药股的同时一定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类的消息总之呢，新一轮的这个集采还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想买医药股的这些朋友暂时可以先观望一下，等待重新布局的这个机会。最后我这个朋友的事儿还是我觉得肯定不是个例看我视频的你们肯定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无法安心的去专心学习专业知识，无法沉下心来去总结去反思，真的就不要做了，不要去碰股票，真的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你跟着我做，我也精力有限。为什么我女生池只开了100人的群，现在很多人还要进，我确实是搞不过来，而且我也是有概率的你们跟着我的时候我可能在回撤你们不跟的时候我在录20厘米的，对吧？
所以你要么就全程的认真学，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的，要么你就远离股市，真的这真不是啥好东西。股市就跟你手里的烟一样，你可以不炒，但是心里是吧，你就不得劲儿，你得会欠欠的感觉。但是能戒，真的能戒哈。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半吊子的这个专业水平，千万别去什么融资放杠杆啊。有些股票你可以拿到天荒地老，拿到它退市都行，但是你放了杠杆，你就有可能不得不砍仓，对吧？这样你要再东山再起就相对困难很多。所以不给自己留后路，好吧？最后提醒一句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女神池交易日呢，每天我都会发布观点在女神池啊，要你去多看那些观点，好比你自己盲目的不学习，盲目的去选一些垃圾股要好很多啊。为什么我不发布在这里呢？因为毕竟有平台的限制哈，那边稍微好一点，但是也要靠大家去悟啊，我不能明点这个票，对吧？好吧，那今天就先说到这，明天又要开盘了，祝大家股票长红。